同一时间呢，佮加入歌曲的，因为讲呢，全部呢，谈到嗰度数，嗰好听的歌曲，有客家歌曲，有好老歌曲，真的本人嗰回味嘛，非常的好听，印象深刻。系啊系啊。因为选中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哦，用日本曲头的邓宇贤老师的作品，还有八郎烟头的林子渊老师的作品，还有90年代新宝岛康乐队的作品，真的大跳曲目非常的好听。系啊，有人讲咧，前言总是老的好啊，但是我刚刚讲，老的歌曲呢嘛相当的好听，本人呢用的汤路每味，系啊，古阵呢节目最后呢攞来谈到阿土哥的一首歌曲，按到台戏，但是呢我哋佢每有唱的係我哋客家新生代的歌手，按到郑雅君来演唱一首歌曲，谈过那些有乜嘅梦想样？佢係8年的那個兩屆全國的行業創作大賽提名，你來欣賞幾場的版本有乜？還記得哦，下禮拜強炸事件，我記得收看客家新老爺客 music，同大家，拜拜。是天所造，莫喊那面不爱伊讲强强本该伊我也显了爱的呀，爱我一心用小脚头改动，天顺喜哦。圣经。